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咱知讲高雄轻铁有一站的站名叫做李亚来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就是梨，为李亚的梨，读落的梨第5条。台语字典解释梨，就是竹树的意思，要是用竹啊或者是茶来围载物件，咱讲是梨啊。用竹啊，也是茶边的沙兰，咱讲是篱笆。另外，竹梨啊，嘛有人讲是竹围，竹围嘛有树围啊，围墙墙的意思。像有一句话讲，竹围就拆来香火煮食，这个意思是形容一个人厝内散甲要互鬼掠去。另外，台北捷运淡水信义线嘛有竹围站，嘉义二竹旧地名就号做二竹围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2个词。头一个读做内梨啊，这个意思就是感觉，嘛会当讲是笼仔内，嘛有人读做笼仔内。第2个词是一句俗谚语，这个梨是梨饭饼，饼饭梨，嘛有人读做梨饭饼，饼饭梨，意思就是两边互相依赖，互相倚靠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2个词合做伙。比如讲，宗教志工长时间入去内里啊，辅导受刑人，让大家感受到后日出狱和社会也是有一款梨饭饼、饼饭梨的关系。那都要定开始家己的人生，嘛都要为社会尽一份责任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梨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